大家好，我係金夢禪院線，今日嚟講考證研究梧州歷史照片，就係珠璣路、南中路同南環路嘅研究。咁今期係 3.1， 嗰張圖就係今期要考證嘅圖片，佢係來源於廣西一覽1935年出版嘅。咁既然係1935年出版，咁嗰張圖片佢應該係1935年之前就拍照噶啦。佢有文字描述講到嗰度係梧州珠璣路，咁係嗰度呢係圖嘅北段所見。咁佢又講珠璣路分成上下兩段。咁我就揾到嗰1928年嘅梧州街道圖，我哋就見到有呢個大南路啦、南環路啦、竹安路啦，重點嚟啦，上珠璣路、下珠璣路，仲有呢一邊嘅呢個水溝係嘛？咁就可以知道個段呢，大概同今日嘅對應就係今日嘅呢一片，就係大南路、南環路、中山路、居仁路圍繞住嘅呢一片。咁就佢講到上段係呢度上段佢係從竹安路嘅下南邊開始嘅。咁竹安路就係今日嘅大南路嘅橫一段，咁可能佢係指呢一條，就係竹安路下邊南邊呢一條出到西江路嘅呢一條。咁下珠璣路佢係喺竹安路嘅北邊就開始啦，北邊落嚟嘅，喺呢條落嚟嘅，咁可能係喺上面上少少呢度咁樣落嚟。咁我就按照佢呢個上段係177米，下段係123米，大概就量一下，咁就可能係上珠璣路，可能係今日嘅呢一段。咁下珠璣路可能佢當時係指呢一段，即係大概塔一塔佢嘅咁樣嘅距離。咁問題嚟啦，北段指邊度？因為上下珠璣路佢係呈現出上珠璣喺西，下珠璣喺東。咁你北段你指邊度咯？你係因為下珠璣路佢有一段係比較北嘅，咁係咪指個段咯？因為上珠璣路、下珠璣路佢唔係同一條直線嘅。如果你同一條直線嘅話，咁北段好有可能就係呢段啦。咁佢分成東西兩段嘅，暫時唔係好清楚北段係指邊一段，可能係指個度啊。再睇呢一個1929年嘅呢一個梧州地圖，咁佢呢道路劃分呢有變化，就係佢呢一個下珠璣路，佢直接係從南環路嗰度開始落嚟啦。咁可能對應就係從呢度落嚟，呢一條路全部都叫做下珠璣路。上珠璣路呢可能就冇發生到變化多，但係即使咁樣都好啊，我哋依然唔係好清楚北段到底係指邊一度為止，北段唔係好清楚。咁儘管唔係清楚啦，咁我哋都得出一個線索一，就係大概推測嘅佢就係今日嘅呢一個南中路啊，或者講居仁路啊，大南路橫即係竹安路嘅呢一帶，就係呢一帶。佢大概圍繞就係呢一帶，呢一個就大概嘅呢一個位置啦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就要揾新嘅線索。新嘅線索就係呢一張圖片。嗰張圖片相信大家都會見過嘅，佢係來源於呢一個南加州大學嘅數字圖書館。咁佢嘅描述咧就係1933年嘅梧州城景，就唔係有其他嘅呢一個信息啦。咁我哋就發現有一個重要發現，就係喺呢張圖片當中有一棟係同目標照片 A 相似嘅建築，邊棟咧？就係中央呢一棟，就係呢一棟，放大睇就係呢一棟。我哋發現嗰棟同嗰棟咧係有類似嘅，係嘛？所以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去研究呢兩棟嘅類似，就係B 照片同 A 照片嘅類似。我哋通過建築特徵嘅分析，就樓層啊、立面框架、窗啊，仲有間距啊呢種分析去分析呢兩棟。首先我哋睇到樓層，睇到 A 照片樓層，1樓、2樓、3樓，上面4樓。咁嗰邊咧，嗰邊一樣嘅嗱，1樓、2樓、3樓、4樓，樓層兩隻混合，我哋能夠隱約嘅發現佢又係4層嘅。再睇呢一個框架，或者係呢種窗或者拱，我哋見到嗰度嗰隻係直角嘅，係嘛？嗰隻直角嘅，但係呢嗰度呢，似乎佢唔係直角嘅，似乎佢帶有少少弧形，嗰度有少少弧形，係嘛？咁同呢一邊有呢一個拱窗，佢係吻合嘅，係嘛？另外呢，呢一度我哋見到嗰度佢我哋只見到3隻部分，1部分、2部分、3部分，只見到3開間，嗰度冇見到啦。咁為咩冇見呢？因為佢嗰度1開間、2開間、3開間，嗰度佢係轉角咧，可能咁啱咧，佢就冇見啦，就相當於佢咁樣轉角彎過去，
見到嗰度位置就係嗰度位置嚇。呢一個框架有啲問題。另外呢個窗，我哋睇呢一個窗嘅話，嗰度係4樓啊，4樓呢隻港窗同呢邊有少少相似。好啦，問題嚟啦，3樓嘅窗係長嘅，係嘛？3樓嘅窗係長啦，呢度係長嘅。在3樓同2樓之間呢一個咧，佢有呢一個雕花裝飾，所以顯得咧呢度間距大少少。咁呢個間距大少少，呢同樣都可以反映2樓呢度窗，2樓呢度窗。嗱，呢度2樓嘅窗，好啦，關鍵嚟啦。呢一個永樂戲院呢一個廣告牌咧，佢加喺個窗外面，所以咧導致到佢呢一個2樓嘅窗咧，佢係遮擋少少，所以咧黑個部分啊，呢一個黑嘅部分啊，佢咪係咁清楚嗱。我哋同樣可以見到呢度位置，呢度2樓呢度位置。我哋只見到嗰度係黑嘅，下面係少黑，中間嗰度咩黑？嗰度咩黑嘅為咩咧？就有可能咧係顏嗰嚿廣告字擋住啦，嗰嚿廣告字擋住你，所以咧嗰度咪有黑。嗰啲咧都係吻合嘅，係嘛？同樣嘅呢一邊有窗，呢度有2組細窗，呢度有一個窄窗，同埋呢度有一個窄窗，咁呢一個咧都對應得到嘅。另外再睇呢一個窗錯位，呢一個咧就係最後一個，我認為比較相似嘅特徵。點樣錯位法咧？我哋見到嗰度位置2隻細窗之間，佢錯位啦，即係相當於同個邊嘅，即係相當於同呢一條樓間距，呢度係3樓同4樓嘅呢一個樓板間距。我哋將佢做一條輔助線過嚟，佢呢一個輔助線，佢係喺4樓呢隻細窗嘅窗台嘅下面，同時亦都係喺3樓呢個細窗嘅窗面嘅上面。咁呢一個錯位啊，同呢邊啊係對應得上嘅嗱。我哋將呢一個樓板延伸過嚟，佢正正就喺4樓窗台嘅下低，3樓窗台嘅上面。同時呢一個窗港嘅位置嘅上端，你作條輔助線過嚟，佢咁啱佢就係又係喺即係同呢一隻細窗係錯開嘅，係嘛？我哋做過嚟嗱，做過嚟，同樣嘅佢呢度又係錯開嘅，所以呢一個錯窗嘅位置。我哋可以認為佢係比較準確嘅呢個信息，就能夠係嘛印證得到呢兩棟咧，佢好大程度咧，佢就係同一棟建築啊。所以我哋認為咧 A、B 兩棟咧，佢係同一建築、同一位置。點解講到係同一位置咧？儘管我哋有咁多嘅呢個建築特徵嘅相似，為咩我認為係同一位置咧？因為如果同時存在2個特徵一樣嘅建築嘅可能性咧，比較細，即係。佢 B 建築係嘛？你雖然你係講同 A 建築佢係相同嘅，但係佢有咩可能喺另一度地方佢又有一棟同樣嘅設計咧？我認為咧呢種可能性係比較細，佢只存在於理論性，因為舊時嘅建築咧，佢係比較追求差異性，比較追求個性化、非統一性，所以你話有2棟同樣一樣嘅建築呢個可能性，我個人認為咧係比較細嘅。所以咁樣嚟嘅話咧，我哋嘅呢個研究重點咧發生咗變化。我哋就從研究 A 建築變成我要研究 B 照片，要研究嗰張照片，因為只有通過研究嗰張照片，佢嘅呢一個成景嘅內容，咁樣我哋先能夠定位出嚟個棟建築係位於 B 照片嘅邊一度位置，咁樣我哋先可以能夠破解到呢一棟建築，或者講係A 照片嘅建築，佢係位於今日嘅邊度位置。咁由於呢個篇幅嘅呢個原因咧，咁我就研究 B 照片嘅呢一部分咧，我就收到下一期講，咁今期就係講咁多，所以就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